节目一开始，咱来关心新竹湖口一搭违法的移工宿舍伫张仔火烧厝。消防分队一个姓尤的分队长救出4个人了后，佫冲入去火场要救人的时，互高烟砸甲昏去，不幸过往。检方伫昨昏商业遗体，确认伊是砸着烟才会不幸殉职。二楼的窗仔门是一直请烟出来，伫新竹湖口的这个移工宿舍，二月早起7点外发生火灾，警察接到报案，随赶去现场来抢救。消防车停在我家门口，我就吓一跳，出来看的时候，就已经浓烟密布了啦，就已经延烧到2楼，整个都是黑烟。该就是租这个房子，可以分给好几个人住这样。上面很多隔间就对了。还会分很多人住。警察研判讲，导火地点是伫2楼放物件的仓库，随由水线来抢救。火势伫8点半左右爆发。不过分队长尤尚华伫救出4个受困民众了后，为着确认内面敢有人受困，佫一摆登去火场来找，所砸着浓烟昏去，无喘气、无心跳。伫火场发现伊的时阵，伊的空气管内已经无气体，连伊的面孔嘛已经烫伫边啊。因为它脱掉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它脱掉，如果没有把那个气阀关闭，它还是持续漏气。它当下是面罩是脱除的，那气瓶是没气的。尾暗的时阵，伊的遗体是新竹检警和伊的厝内人做伙验尸，确认尤尚华是无明显外伤，但肺部和呼吸道拢发现大量分粒和碳粒。研判伊是砸着浓烟无喘气死亡，家属无意见，遗体是未解剖。新竹县消防局是启动甲尤尚华追升2线时的大队长，申请保养令。导火地点是非法的移工宿舍，查无列管做册资料，干部处嘛查无公安申报的记录，防救出来移工伫案发了后就随人讲。警方调监视器，而且通知这本地是做这间厝，后壁佫甲厝分租给别人的这个查某人到案。伊讲伊23才租这间厝，楼骹佫在装潢，2楼即马是借互越南共乡的朋友来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